過去幾年應對疫情嘅大規模逆周期措施，達到咗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紓民困嘅目標，但係亦導致我哋出現咗幾年嘅財政赤字。去年受內外因素影響，同資產市場相關嘅收入遜於預期，令政府今年繼續錄得較大嘅赤字。我喺呢份預算案提出強化版嘅財政整合計劃，包括喺2027-28年度累計削減政府經常開支7%。我哋預測香港經濟喺今年會繼續溫和增長，全年實質增長介乎2%到3%。人工智能研發院為咗引導同埋助力香港嘅人工智能創新研發同埋產業應用，我已預留10億元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數字政策辦公室會制定研發院嘅成立安排同埋具體目標，重點係促進人工智能上游研發、中下游成果轉化同埋開拓應用嘅場景。